宏福苑火災釀成重大傷亡事件令人心痛，社會各界團結一致救災善後。保險界喺事件中亦都立即採取行動，全力支援受災民眾，包括以下工作：第一，特事特辦，加快理賠流程。宏福苑買咗樓宇火險20億保額，需要局部維修或者拆卸重建，費用可以由保險公司賠償。承保嘅保險公司已經表明將按保險合約盡快處理。代表大部分香港保險公司嘅保險聯會喺火災後24小時內聯同會員制定一套應對方案。各保險公司都全力協助受災客戶，包括根據投保人嘅地址主動聯絡宏福苑投保人士，由同事或者代理聯絡投保人或者家人，簡化同優先處理受影響居民嘅理賠，並成立專線解答保單同埋理賠嘅疑問，確保災民盡快獲得賠償同埋支援。第二，齊心籌款，匯聚愛心力量。香港保險聯會喺事故後立即發起籌款，並撥款50萬作為啟動資金，號召會員以公司或者個人名義捐款，至今已經籌得最少150萬捐款。將全數捐贈由政府成立嘅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用以支援受災民眾。第三，額外支援，紓解災民負擔。保險業亦都為受影響嘅居民提供保單以外嘅額外支援，包括提供暫停繳交保費或者延長保單繳款期限，提供保單貸款利息減免，並根據個別情況盡可能用其他方法處理理賠所需嘅死亡證明，以加快賠償。災情當前，各界都全力協助受影響居民渡過難關。我謹代表保險業界向所有遇難者家屬同埋受影響嘅居民致以深切嘅慰問，希望慘劇永遠唔再發生。請大家留言分享同埋廣傳，多謝大家。